时间咧过真紧吼，咱会记呾无偌久以前庆祝妈妈节尔，即马爸爸节过来啊吼。所以今仔日咧，咱通过圣经，大家三甲学习来造就，讲爸爸是守护家庭的勇士就对啦吼，守护家庭的勇士。咱要三甲分享主的话，进前头甲来祈祷。主阮的听阮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伫遮三甲学习。三甲有份来看见上帝你的疼，伫阮的中间，特别伫今仔日爸爸节的即个主日，阮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做爸爸的，也互阮做伙领受上帝你安怎，互爸爸的形象伫即个家庭，伫即个社会，互阮学习主的教示，活出上帝创造爸爸即个角色，伫阮中间重要属灵的意义。愿你的话遮做阮的帮助甲快乐，所做的工荣耀你，伫你面前，安尼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有读两位经节啦吼，我简单讲第一段经文就是一段吩咐才会做时代的人安怎将上帝的话甲教示来传递后代的一个任务。这是真要紧的一个宣告，一个宣告。咱等下会做学习啦。那起头，咱应该是学习第二段马列基书，马列基书。这段经文50到60，四章50到60，是旧约圣经上结尾的2节圣经节。是一个预言，是一个预言，嘛是一个宣告。但是伊用一段话真侪结束。互咱有真深的印象伊安尼讲，你看，伫上主迄个大搁通惊的日子来临以前，大搁通惊的日子，迄是一个无人会当抵挡大迄个冲击的日子因为伫即章的经节内面呢，咱无读到，但是第一节伊讲，万军的耶和华讲，迄日临到，要亲像烧着的火炉，那公误的、惊歹的，要亲像油的稻果，伫迄日要受烧尽。意思是上帝的审判的日，上帝降临的日，迄个是大搁通惊的日子。也毋过，当先知宣告讲，我要找以利亚去恁遐，表示讲，搁有一个通融的余地啦。以利亚要甲恁讲啥？第6节就是一个最后的经节，旧约最后一卷，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讲伊会互老爸的心转往囝儿，囝儿的心转往老爸，才免我来的时彻底毁灭这个地。安尼意思是讲，上帝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对人类，要放着一个期待，这个期待是用以利亚宣告，然后伫这个严重上帝生气的日教讲，那爸往囝，囝往爸，安尼就袂毁灭。通讲，把这个重要的宣告放伫咱人的中间，咱今仔日伫爸爸节来三甲学习，是真宝贵的吼。所以，咱人对这个经文内底找到一个主题讲。是找回父亲官兵的宣告就对啦吼。当咱来看，拄则我所讲的，咱过来重新做一个整理。马列基书4章50到60节呢，就是以色列的百姓受掠归回因捌亡国受掠，但是呢，有一个恩典讲，搁倒转去伊的故乡。迄个时阵，先知哈该甲撒加利亚就捌发预言啦，讲上帝应要的国度要来啊。意思讲，这要亡国感觉非常这个条件，也是讲非常实际的百姓，佮藏着一个愿望。这个愿望，伫主前460年甲430年中间，百姓受掠的时期，先知的宣告，因藏着这个愿望。也毋过呢，事实是，先知所宣告的日，比如讲一日2日，对，先知讲的实际不一定是，照咱算的时间，
就即个那几礼拜前牧师咧分享讲，咱若去对原住民爬山吼，伊讲越过就够啊吼，啊你著毋通相信，伊讲越过就够，你爱行几若点钟啦吼。啊，事实伫咱先知宣告的日吼，嘛是有即款咱袂当判断。啊，所以咧，地数过侪年，迄个阴暗的角度，改成也无看到咧。啊，所以百姓当转来，真安尼茫渺渺，啊，真茫然呐，真失望，搁真慌乱安尼。啊，加上迄个时阵，咱知影讲一个田园啦吼，啊，一个家园，啊，你无好啊经营整理，吼，迄随便搁种做，迄都无遐简单啊。咱即届经过即个大风台，咱台南足大地区淹水呢。啊，淹水了，你无搁定整理，无搁定犁田，啊，无搁定松土，啊，随便种就种无啊。啊，所以就是迄个时阵，个气候真干燥，农作物欠收，啊，百姓就真丧乡啦吼，真丧乡，啊，真丧乡呢，四面的对敌，搁甲支持，啊，威胁，啊，所以呢。伊即个百姓感觉讲，原来迄个荣耀的国度等无的时阵呢，就灰心失望啊！啊嘛怀疑上帝讲有影无影啊？到底应允是够啊未呢？迄个信仰热心就无去啊！对上帝敬畏嘛，渐渐松下去啊！所以地数吼，伫即个马来基先知的迄个时代呢，迄个圣殿的礼拜形式化。百姓、人民的家庭伦理道德，啊，拢逐摆一来愈降落就对啊，愈衰退。啊，所以这个就是先知伫迄个时阵所宣讲的道理。先知马来基来分辨，遮讲看啊，迄个耶和华大可畏的日还未到以前，我要找见先知以利亚到恁遐，伊要互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要互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救助遍地。所以，看到这个宣告甲愿望，也是讲一个勉励，讲恁爱恢复老爸疼惜囝儿，也是讲心关怀伫儿女，啊，儿女的心也当关怀伫父亲，啊，你表示讲迄个家庭的伦理搁恢复起来啊，人甲人中间迄个上重要、上要紧的关系有恢复。咱知影啊，咱嘛定定听到迄。咱中国的所留落来，即个训迄个古先贤吼，所留落来的即个古训嘛吼，啊，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哇，啊，遮拢是关系，啊，遮关系中间，先天特别讲起着老爸甲囝甲老爸的关系，先天训练的目的呢？就是讲，期待真做老爸心爱转向儿女，儿女的转向老爸，找回迄个家庭的伦理，啊，无互迄个社会真做安那？咱有一句话讲，无父无子的世代，表面上有肉体上的血统的关系，但是无迄个爸囝、父亲、儿女迄款亲情甲伦理。吼啊，就是一个肉体上的关系哪听，血缘的关系哪听，讲若无恢复安尼，就是遍地要受到咒诅就对啦。啊，咱就想讲，伫即个先知宣告末日，啊，谁啊，伊会讲遮个话，可能有较深的意思啦吼。啊，有圣经学者甲研究讲，即段话有两种层面的意思。头一个层面就是灵性方面的意思，以利亚来，互迄个时代无敬畏上帝、背逆的百姓，爱归回伫正道啦。啊，就是要互因亲像以色列遐敬虔的列祖，就是遐老爸共款。意思是会当敬畏祖先、遵照祖先的教示，啊，另外就是互即个百姓因有迄款。恢复家庭的伦理，吼，家庭的伦理。啊，若伫社会这方面呢，就是以利亚来，要互这个家庭恢复和谐的关系，恢复和谐的关系。当时，迄个社会听讲，
非常的混乱啦。有诶做翁婿看到太太无介意，就甲太太离缘去安尼，佫另外佫娶。所以历史即个社会充满着真多的困扰甲问题真多困扰问题。所以有人甲称呼讲，即个无爸的世代。咱伫台湾的社会有人有时会加减甲人讲迄较歹听的话我你是无老爸咧教吼安尼，对吧？事实都有老爸，毋过当即个人所做的，毋是下伫咱的伦理道德，也是一般咱敢来讲迄款的应该的规矩。你是无老爸人教吼安尼，对奉媚的人是足大的侮辱，敢毋是？事实都有老爸毋过即句话会当，我倒来记来咱的思想思想。伫迄个无老爸的世代，就是。除了人甲上帝关系疏离啦，咱离开上帝，诚做无爸百姓。婚姻、家庭的问题嘛产生无和谐。做老爸有迄个实质的囝儿，总是无迄个心在关怀儿女。所以有时儿女伫少年也是当。即个青少年时代，也是较大汉，伫外面拢常常会惹事，这拢是一个问题。所以咱甲马列基书所讲的这话，西层面是咱实际家庭、社会伦理道德要甲伊恢复。那是较大的，就是讲，咱人甲人中间，人甲上帝中间，甚至这社会。做时代的、时岁迄款伦理规定，大家有符合，这是即个马列基书，互咱一个真深的影响。因为上帝迄上期的日，竟然优先来恢复的是爸囝、老爸甲囝的关系。所以咱就安尼引申对诗篇78篇内底，甲咱讲的这段话，做老爸的责任，当然嘛包括老母啦吼。今日的主题，咱人看去讲，老爸责任对这经济有几项的提醒。头一项就是讲，咱迄个任务爱下一代来说明，意思是你有这责任来教导、来指导、来提醒你的下一代。什么代志呢？上主的美德、关联甲一切奇妙的所在。咱拢知影，以色列百姓会当一代过一代传承落去，因。遵守着摩西的律法，就是因有一套真水的家庭教育的系统。迄个教育系统上关键的，毋是讲学校设置的足优秀的老师，是讲有甚物款安尼真水的教育系统。因为以色列百姓定定咧颠沛流离啦，意思讲定定咧无拄好，就有对敌来攻击啊。哪有可能像咱现在台湾学校设遐多啊？要去读册，读到一间拢有。即马读大学，你若要读就有啊。有遐安尼合格的老师来甲你指导。所以以色列百姓因为当时无有即款真完整的系统，就是我讲时代、社会甲因的民族的命运啊，所以因甲迄个上重要的教导的任务放伫家庭。意思。家庭你是一个真坚固的自然的单位就对啦，唔免组织，家庭就出现啦。这家庭你无论去到什么所在，父母的责任第一就是爱将上主的美德、观念甲奇妙来甲下一代说明。伊讲，伊命令咱的祖先，甲伊的律法传落子孙，互后代学习，搁再传落伊的子孙。意思是讲迄是一代搁过一代哦。袂使讲了怎袂记的，怎放外，怎无去？这个是因一个核心的使命啦，就是在以色列百姓，特别是做爸爸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让子孙会信靠上帝，这句真重要。今了百姓若顺势行通的顺，家己骄傲，认为家己会当解决一切的代志，所做的代志我处理就解决啦，却袂记你上帝。还是拄着艰难、拄着危险、拄着挑战、拄着侪乱入的时阵，袂晓通去找上帝。
啊，所以伊讲，互子孙信靠上帝，无袂记咧伊的作为，啊，佮讲永远遵守伊的诫命，永远遵守诫命。啊，所以咱人看用诗篇这段话吼，用40到70，一段一段，一句一句，佮重复，佮重复提醒，才会做时代的，爱对子孙有这款的教导，啊来守卫，来守护这个家庭。还是讲实际上的关顾、教育、保护这个家，这是老爸的责任。但是老爸更较大的责任是，互因会晓倚靠这个天顶的大老爸。天顶的爸会晓倚靠，时大人若无伫边啊，子孙免烦恼。所以讲一代过一代，子孙孙，毋是讲了啊就煞。啊，咱这个社会吼，咱每一个家庭，咱拢真重视啦吼。毋茫讲，咱这个祖先所留落迄个家训，好的教导，咱嘛是毋茫讲，我讲互囝听，囝爱讲互孙听。啊，表示讲迄个教导、教育传承吼，毋通断去。特别的，像以色列百姓拄着战乱的时阵，哇，你要咱搁持续这个教育，所以家庭的教育就非常的重要，就对。所以，伫今仔日这个爸爸节，我要期待咱每一个做爸爸的吼，你领受这个任务啦，吼，这毋是讲重担，迄是一个安尼快乐，啊，而且是吼甜蜜的负担，就是你欢喜担任一个守护家庭的勇士。咱在座兄弟姊妹，咱拢真清楚，台湾的社会已进入到一个专业化的时代，也是一个大机器。咱讲这个社会是一个大机器，啊，你亲像这个社会内底一粒细粒螺丝，伊咧转，伊咧转洗，你无对伊洗嘛无法度，除非你离群所居啦吼，啊，家己山顶，家己国生活，拢免靠别人。但是因为这个专业化、讲工商化，甚至伫网络的社会，咱每一个做士大人的、做老爸，煞有时失去迄个原来非常重要、宝贵迄个爸囝亲子的关系。迄毋是你雕工要安尼，是这个社会的制度甲你造成的。因为台湾的社会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当囝儿咧成长的时阵，做老爸拄仔咧拍拼事业，啊，所以呢，逐日拢伫外口，囡仔顾袂着，袂当甲囡仔讲话，甚至连做伙食一顿饭都无。昨昏呢，咱的上年吼，有邀请到咱的民主啊，这个单位迄社会吼，这个放电影吼，啊，咱的民主基金会来放一出影片，咧放什么影片？来放这个啊，咱原住民这个阿美族吼，啊，因对故乡花莲的所在搬来到台北的新店的溪边啦，啊，伫遐生存这生活，啊，伊讲到一个其中的一个主角，一个老阿伯啊，吼，老阿伯啊，啊，伊是咧做公路局的司机啦。较早咱台湾开始高速公路开通了，伊咧做公路局的司机。啊，伊讲一段话，互人感觉心真艰难啦。伊讲，我透早4、5点吼，啊，都爱去公司报道，啊，开迄只车，公路局的车对台北开咧到高雄5点钟，啊，休一下了吼，啊，就搁开倒转来，搁5点钟安尼。伊讲透早5、6点，我的囝仔咧困啊，啊，我伫路中啊，啊，等转来，囡仔伊搁困啊，啊，我到厝。啊，迄个故事演出讲，这老爸心真感慨。伊讲伊的囡仔甲伊袂亲啦，吼袂亲。啊老啊，家一个行路已经无力啦，啊，毋过囡仔拢无伫伊身躯边。这是咱无人爱安尼，但是这个社会造成安尼。啊，实际上更较严重的，嘛会使讲是咱今日社会一个常态，就是讲，咱台湾这个单亲的家庭。父爱缺席的问题真严重。根据统计，内政部统计，2021年2年外前，咱单亲家庭的户数有96万户，96万户，3000几户。11年中间就种进前往往前推吼，
11年加19万户，加19万户。所以统计起来，单亲家庭已经差不多占全台湾吼，种有夫妻囝儿的家庭占10%咧，占10%，吼，占10%。意思是讲啊，10个家庭内底吼，有一个家庭就拄着即款的问题。啊，咱即个家庭毋是讲啊，咱有啥物责备无啦，是我讲即个社会啊，现代生活所造成的。2022年，台湾有12对新人结婚，啊有5万对夫妻离婚，表示差不多要一半，吼，要一半，4成。啊，这表示什么呢？咱毋是讲啊，安尼即个代志吼，有啥物款安尼批评甲即个算讲啊指责啦，是表示讲，安尼咱的教会的任务愈大咧，因为遮个家庭，特别单亲的家庭，因佫较需要教会的关心，所以意思讲，教会的职场何尝佫较大？啊，所以现代这个社会，咱慢慢当接受啦，就讲单亲吼是一种状态，吼，单亲是一种状态，咱唔爱甲伊贴标签。吼，这个家庭因是单亲的存在，咱该尊重，但是咱关怀。嘛有可能有的是家庭夫妻，但是无囡仔，吼无囡仔。啊，因兜吼饲个古水的狗啊，吼啊无就饲一只毛小孩，啊疼甲亲像囝安尼。啊，你即阵你嘛袂甲伊讲，哎哟，安尼哪会变化安尼？你来甲讲哦，原来你的疼吼转移啦。转移对这毛小孩，啊，真无偌久看到一个新闻嘛，感觉真有意思。这新闻写讲吼，调查讲有人愿意讲，为着伊厝里的毛小孩要照顾，伊愿意放弃较悬的薪水啊。伊是讲这个头路，这个工课吼，啊，都会影响到我甲阮兜迄只古水的毛小孩，是狗啊，是猫啊，吼，也是宠物斗阵啊，甲照顾。啊，我宁可莫食这个头路。你看，即摆现代社会的现状是安尼，咱无有啥物任何吼批评，也是负面的意思，是台湾的社会已经是即个情形啊。啊，所以单亲佫较需要陪伴啦，吼。啊，所以最近咱台南中会咱的中会吼，有推出一个足有意思的课程。迄个课程吼。较早，咱台湾吼的教会有一个特别的组织，叫做妇女团契，有无？吼，啊，若无较少讲查甫团契咧，兄弟团契啦，较少啦。拢妇女团契较侪，啊，妇女团契佫正常聚会，逐礼拜聚会，啊，服侍嘛，真做主体。啊，毋过最近呢，咱台南中会有引进一个课程，叫做“男人是勇士”，查甫人是勇士啦，吼。啊，这是一个温度训练的课程哦。啊，拄好开始咧推广，啊，所以吼就招牧师先去听，先去了解啦，吼，讲哪会当伫国教会来推动即个男人是勇士的课程吼，哇，恁教会遮个兄弟吼，遮个爸爸一定是非常的勇壮，非常的勇壮。啊，你表示讲，安尼妇女较无啥问题，看查甫较有问题，毋知需要即个课程的意思啦，吼。啊，这线可能伊的目的是讲，为着要帮助男性取得生命中的成功，并且战赢每一日所要面对的征战。啊，这是咱台南中会今年针对牧者甲领袖推动的课程。啊，牧师是咱们顶2礼拜去听吼。其实伊是望讲，啊，哪会当先找到咱教会遮的，意思讲爱领导者先来认识啦。伊毋是要做人哦，吼。伊是讲，你都要照这个课程一课来造就，然后才会当搁传落去。意思毋是讲你无读，啊，就要来读，毋是你无训练就要来读。啊，所以爱先训练牧师，也是讲当时由几个同工开始来训练。啊，这个课程吼，是对2011年伫美国推动，啊是由这个咱遮有一个组织吼，专门咧做青年人，啊是社会。啊，训练的一个组织，教会组织叫做导航会吼，因所发展出来。啊，对
安尼十几年前推动了，已经影响63个国家、24种语言、600外迄个在男性吼，即查甫人因的属灵的生命。差不多是2019年4、5年前，中文版开始伫中国、台湾甲美国的华人中间来推动啦吼，来推动。伊即个男人是勇士，伊的 logo 是安尼吼。咱知影讲吼。是一个男性拿着剑，跪伫十字架前，这是伊 logo 就对了吼，伊 logo 讲男人是勇士。这个 logo 的意义吼，这个 logo 的意义是讲我是一个跪伫十字架前的勇士，我拒绝这个破碎、搁失败的世界，因为主耶稣已经为着我死伫十字架顶，现在我有5万甲永恒的奖赏。我是一个跪伫十字架前的勇士啦吼，这个图是因一个一个表示讲兄弟吼互相帮衬迄种这示意图吼，这拢是遮的图片安尼。咱台湾已经办过几场吼，是对台北先开始，后来嘛落来咱台南开始咧推广。这张相是伊当时伫饭店，遮个头一期的遮个男人是勇士吼，大家做伙翕相的一张相片安尼啦吼。这男人是勇士，这是亲像一个小组的课程，毋是开放所有的人哦。伊是要用差不多一组差不多4、5个就好，有一个陪伴者，一课一课，一课一课，前后爱偌久呢？爱10个月的课程吼。所以我听了感觉讲，这个中会要推广这的确有特别的意思。牧师爱先去学，牧师若去学，你无去学，你袂使。引进你的教会，你家己袂晓的，你要共教袂使吼。这分做3段，头一段就讲第一册是学习甲上帝3档行，学习甲上帝单独相处的灵修、背经文、默想、祈祷，甲主的话应用。第二部分开始注重伫婚姻甲教养儿女啦。伫婚姻安怎？来坚固维护，要来教养你的儿女，伫圣经方面提供实际的帮助吼。第3段就实际伫生活内面，伊讲的主题是讲金钱、性甲工作，意思是艰难的时刻，你爱活出有意义的人生，因咱伫这社会受真多的影响甲污染引诱嘛吼。所以伫圣经内底有关金钱啦、性的问题啦、艰难的时刻啦，咱要来用。互人生有意义来应用，大概三册，前后爱用10个月。男人是勇士，这个圣经的课程，根基伫圣经上帝话啦，帮助这个男性兄弟吼，伫婚姻、服侍、教养、财务方面的条件。因在做调查吼，讲差不多足大部分超过95%的男性兄弟啊，咱是讲兄弟就是。平常时就足坚强的毋是讲足需要这方面的帮助。有两者的一面，需要上帝怜悯甲帮助。所以我拄仔讲差不多10个月的时间，一礼拜差不多用90分啦，大家组织，互相背圣经，互相来灵修，互相来读这个经文安尼，定时建立甲上帝关系，而且会通甲家庭特别某囝恢复关系。嘛。应用伫即个圣经，伫生活、财务管理甲圣洁的生活吼。所以，伊的目标的课程的目标真单纯，就是讲，教会兄弟拢互主兴起，诚做卓越勇士。教会诚做卓越教会。意思讲，当男人互上帝兴起，诚做天国的将领，遵行圣经来行做。若家己蒙福，也诚做别人的祝福安尼。所以我嘛真期来讲去学习了后，我要招讲咱教会是毋是有兄弟有迄个决心讲，好，这是一个要诚做勇士的课程，一个附加的勇士，我欢喜参与伫内面来接受造就，然后施行伫我的家庭，施行伫我的服侍中间。我会记得进前吼。有常常有遐姊妹聚会时阵，有讲一句标语啦，
讲一句话，伊讲啊，妇女妇女跪倒，男人起跑，意思讲啊，做妈妈做姊妹爱跪咧替兄弟祈祷，啊兄弟爱勇士起来跑走安尼。我会记哩意思差不多有哪20年前啊，美国嘛是推动一个由兄弟家己推动的一种活动，就是家己咧互相组织，因为兄弟平常时足爱尊严、足坚持，有时歹势表达家己的软弱呢。所以美国进前我会记，差不多20-30年前，嘛有一个叫做 Promise Keeper，Promise Keeper 就是讲我真做一个守诺者，我守这个承诺，疼我的家庭，保护我的家庭。关心我的家庭，拢是兄弟家己组织的。大家吟诗祈祷，甚至互相来关怀、流目屎袂歹势安尼所以兄弟姊妹，男人是勇士，伊毋是要，互你感觉看到讲，其实安尼安尼肌肉男迄种的，毋是啦，是心灵的勇士是属灵内底互保护家庭的一个勇士安尼。事实牧师感觉真大的一个鼓励甲安慰啦。我有听咱足侪同工咧讲咱富强教会有一群真可爱的男人勇士。那比较一般的教会有人做评价，大部分拢是姊妹咧服侍啦，比例占足悬，有可能占到2/3，男性无1/3啦。但是咱若平均来看，咱富强教会。无论是中级也好，无论是咱教会干部、事奉团队，咱差不多要有一半的兄弟是参与伫第一线的服侍。咱讲这是咱富强教会上宝贵的资源啦，迄真难得，因为毋是讲女性无重要，是男性若出来伊有加成的效果，有加倍的效果。因为兄弟欢喜谦卑服侍，欢喜研读圣经，欢喜参与伫各方面，会看见迄个教会迄个真奇妙的转变。所以我相信这个富家勇士毋是一个简单的话事啦，伫咱富强教会，而且若是中壮年的少年辈嘛是安尼。所以兄弟姊妹，愿咱每一个爸爸真做护家的勇士，伫教会也是一个属灵的勇士，因为咱要传福音有姊妹迄个支持，但是有兄弟踊跃的配合，咱就看见这个护家真正是有气力，特别是台湾现代这个社会，咱所面临到的挑战，咱的教会搁较就要加倍气力伫这个顶面，咱。这个下面要来唱一首诗歌，然后祈祷了后，咱要有一个特别的听书节目，就是咱要邀请兄弟姊妹来填一份问卷。